控制嘅。經常記住，奉獻者的生命是自我控制的。好重要，要好容忍啊！當我咁多人喺一齊嘅時候，非常容忍的。就係咁多人一齊嘅時候就要容忍啦。要自我控制啊！自我控制。咩叫自我控制呢？什麼叫自我控制呢？就控制自己咯。就是控制自己。唔係控制個環境。不是控制環境。唯物主義就控制環境。唯物主義控制環境。奉獻者係點樣呢？奉獻者就環境係順意嘅。環境是順意的。唔需要改變。不需要改變。改變我自己。改變我自己。咁我講嘢你哋點樣做？我都有個傾向想控制個環境，我唔想咁樣啊！我想107啦，我講嚇唔碰啊，唔碰啦啊，呢啲 OK。即係我舉一啲例子咁樣解釋啦。我哋物質世界就係、我成日都要心想，就要事要成。物質世界。奉獻服務就係、心想。Krishna 想點就點啦咁樣。奉獻服務所。咁多，所以你想怎麼樣嗱，就怎麼樣。我講咗呢個教導咧，都唔係呢度，係另一個地方教導。個環境係有利㗎，嚟到教我一個功課。